它切下去。好切，准备好。好，看着都干。忙哦。想着3000块，开10。温体猪，温体是牛肉吗？牛吗？还在紧张。等一下，红起了哟，很难牛了哦。丽燕姐，你那种煮饭的资历有几多年呢？我都在是攀走了哈。头发做潘总哎哦。哇，台式府哦。他从小我看他到大。没有，是物理性的那种从小到大吗？不是。然后我就懂了。你又在问什么？要么干。来问题，没有熟不好吃啊。没有熟就私底下加个赖哈，这样就会熟。芦笋都会同一时间做的感应嘛，该保持其他强噻。盐係冇？哎，你在问我吗？下一题开始，雷 PK， 来哟！哎，你准备上菜了。上菜了，今天牛满碰牌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澎湃不是这个道具，哎呦，是我们端出来的选手。还有掉出来个点球。唔錯，家就 CV 呢，全部都係來自於桃園清厲害嘅牛肉。嘿，糖講哦，記得有煮嘅盤哦，153以上。沒錯，他們家的鍋子這樣。好大。哦，家頭都係10分之成沒有，都有料理經驗嘅料理哦。錯。而且加油團也非常多人。呢種本煙哦，到現場我不要用肯定哦。對，好，那我們要認真上班。好，師傅沒有已經進隊哦。好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阿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咋個咧？翻到係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雪玲師傅。我用少計下子㗎，沙皮。哦，三下來呢，呢個來分享到你風吹潛水咋，係來自桃園龍潭嘅標誌乜嘢？分享到麗燕姐、老秋菊姐分享。發揚。好漂亮。今日白鏡兩嘴，強弱係來自桃園龍潭嘅表姊妹，記得係陳淑英、吳雙鳳。大家好，發揚。今日前一隻全部桃園龍潭最強嘅什麼嘢？全部來到啲阿豆 V 嘅。龍潭選美比賽前4名，而且哦，資深美少女，全部都很會做料理。我覺得是今天2位師傅不好意思，不用嗆送掉了。因為他們隨便一位都比你們料理的。係啦，會黑馬姐呢。對呀。來。先來看下，太子百寶箱底都帶來乜嘅？哎呦，你客家嘢吧？慢年做誒，強下做嘅，我哋用晒強下做嘅，鄉下做嘅哦。熱飯就係食嘅熱香。而且你用3年咧，糖講對工人高節嘅會包水餃、包粽嘅呀嘛嘅，像沙其他家鄉下來。對，有。你都有除了熱飯，還會做其他麻嘅飯？菜包啊，還有天板、風板，公園用嘅，也還是說端午節我們包粽子，全部包。全部不會。我跟你說，排這下，你看沒問題，你問錯，你問說什麼不會做就好了。哦，什麼不會做？真的想不到呢，都會呢，真演的都會呢。對呀。他只有我湯圓、雞霸什麼都會。那就馬上看你那一箱了。我們只有一個不會，我們不會輸。我們沒有不會。來，打扣了，不大家團一下。好，我們這是魚條湯，龍潭最有名嘅。自家做嘅哦。這也自家做啊。全部下豬當做嘅。當站哈。最好食嘅鐵頭湯哦，就是不會粘牙。對，自家做嘅。唔會甜甜，唔會有嘅飯條同我幫嘛，嘅是咯。放茶，放咖喱。有你不用壓底都不用演習嘛。哎呀，還有那軟糖的。有，還是不用芝麻啦。我沒放芝麻啦。你有做嘛？嘅俺會做倆都有東西哦。就先來搞咩？就什麼？哦，俺就是嘛，嘅是做啲點菜。對。哇！老闆他都講嘅點菜。好，他已經跟我預約下一期報名。蠻會洗哦。好，那你們知道哈，都料理之前先來搞遊戲哦。唔錯，裡面的太家有4類東西哦。等一下，先讓4位選手熟悉一下大家留樣，先來進行聽一館嘅 PK。用情來挑戰，第二關考驗用最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我動腦筋，還會比反應。
两片变素养，选来万人较厉害，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好，今日嘅向前来挑战哦，唔单止系挑战两潭之间嘅对战，韩国系客家妇女之间的对战了哟。哎，我变起来哦。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感受不到任何的烟硝味。嘿啊，因为都会做嘛，大家。先让大家讲一下，一道 V N 呢，除了等下8题底度大家来选题目来教以外，两水啊吼加起来得到几多分，就代表讲厨师做得选几多红色菜来料理。好，来先来剪豆沙挑布，应该的哈。剪豆沙挑布，哈哈，有让你，让谁先来选？才烟滚滚的，哦天哈，哎，才有天。实做题题日战。马上就来做到这家的最尾做位，等下男主要开出一个代表，那么到1分钟底度爆出5个完整的金元宝，好，就算过关呢。好，等下跟呢讲到数年的事情哈，你有没有可能要考会忘两潭的写下字的？什么？那个双凤姐老师秀眼睛我拍出马上，马上来做。双凤姐来做，双凤姐哦，去报水饺50块木煮。不过木煮我看查不到嘞，一定要看木煮。对，1分钟底度包5张就好哎，我们包50张哦。好，我知道。你做得先拿东西耶。来，各位，你声音停了哦，慢。没讲好拿东西嘛？做得拿枪拿电。哦，拿电做呀。哦，开始。好，想开始。哎，记得呼吸哦哈。有点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太慢了。对，辛苦。好，加油哦。票准班级的经验博就走的。不用漂亮。不用漂亮，对就。对。因为票准2家唱词好啊。很主观。对。你有50人多。也冇正经我煮的啦。哦。你想讲底下几家你会带专业的？带专业。啊，唔是唔会带专业的，2张。因为你总你下款。 3声没有哎。看是讲，真嘅冇时间呢，真嘅冇哦。第一题听系处女座，对 Q 班蜜都爱用烟。你不要问他，现在不要吵他。对。啊，给我倒酸嘞，你看。赶快！酸他慢掉。是。8、7，哎，现场有3个数字的是。好，不应该3秒钟。40天。喜加娜。哇，哎，刚有时间有算错吗？ 不然我们后置帮你多上一个。哇，我比你错啊！公蟹菜在一直发抖。再一次吗？公蟹菜非常的班局，可以吗？很标准，不过数量啦。对，啊，没关系啊。我比你错啊！怕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第1题而已，暖身体。哦。来，换风吹。现在换红队紧张。秋菊姐。今天你看我一直片片皆辛苦。 马该接辛苦，片皆辛苦来。哎呦 ，Q 肉可以好会选哦！来，等下用3地图拍出意思啊，汉字3上面动作会切出15对完整无切角的那个骨头感，就算过关呢。好，唔是紧张嘛，开始哦。不会猜的。这个龙潭的姐姐都太会选了，前2题立刻把手作题选走。15对3声没有，没问题了哈。班局莫切高高。 好，你不要紧张，因为双凤姐到现在都还。但是也不要有偶包，看得出哟。努力的给它切下去，切，准备好，好，看着都干。忙，想着3000块，开始。尽量切。太大了。不会，可以。越薄越好。不要啦，好怕，可以啦，来得及。30秒停哦。 有15对吗？也反膝给我，不是15秒而已。继续，这个还可以再分2片。啊，不是要切到手哦，可是好像够，这是被我弄坏的，算我的。2、1，哦，这算我的哦，这看看是完整的，我先放旁边。我们需不需要一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一个检测？因为这个是我弄的，我没关系，我带过去。我带过去。莫太哦，复验。这个预算吗？啊，这片是它本身的吗？这个待定。3、4、5，很容易断哦。6，因为够碰。7、8、9、
11、12、13、啊，差一点，差一點點，对啊，差一點點，婷婷，亂選，唔怕，提提提提提，两个，你们现在是没输没赢，都没过关。對输的是他们。對，因為你一下睇架冇好選，对啊，就唔是这番嘛，唔是这番。反正就冇選嘛，对嘛，我水水母应该得摸切子嘟嘟好。冇是等一下就睇就架，张伯谦逼人家切啊。就我們一起訂便當嘛，好不好？来，蓝队要选哪一题？蓝锤，对哪个比較有直覺？ QQ 真好吃。烤 QQ 真的好吃。好，来。蒟蒻的主要成分係乜嘢 ？A 係吉利丁 ，B 係魔芋 ，C 係海藻。海藻哎呦，是海藻，海藻嘛？兩個答案冇強容，最後3秒鐘給答案，3、2、1。海藻。好，我看一下進口嘅答案，嘿，B 魔芋。係乜嘢？係啊，其實蒟蒻粉哦。嘅本身主要嘅原料就係魔芋，魔芋係乜東西咧？其實佢上頭動從芋頭哦，上頭動從魚啊，所以叫魔芋就係芋這個字。但是其實佢係乾配嘅好朋友哦，因為經過種複雜嘅加工之後，它可以完全幾乎的去掉澱粉，所以它本身的膳食纖維增加飽足感以外，它就能幫助腸胃的吸收消化。OK，師傅加油啦哈！错了，哎，來，風吹要選哪個咧？蝦的安心，好，冇問題。賣下工嘅時節，我睇哪一種嘅狀態係最好嘅啦？嗬，A 係冷凍嘅下工 ，B 係發條嘅上嘅下工活蝦 ，C 係冷藏嘅下工。那个活虾，活蝦最好嗎？活虾好，對啊，確定嗎？我為什麼有感覺是冷凍的？比較新鮮，是啊長，誒很長嘅，看新鮮。活跳跳啊，好，確定咯。誒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A，哇，係冷凍嘅蝦貢啦哈。解釋之前，我先看看我身上的現金夠不夠訂便當。好，怎麼嘅係冷凍嘅蝦貢？香港有道大家說明一下啦，就是在-40°C 之下的這種溫度保存起來，我們還有都有包冰的這種，其實係最刺嘅。所以假設大家好，遇到時裝去讀蝦貢的時節咯，要看到這種有冷凍的包冰蝦，但是還是要有一些 CAS 認證啊，還有優質的這個業者的掌握下好。剛才就講到嘅發條這種上嘅蝦貢哦，其實有都係因為它有加一些化學的添加物、藥物或者是打氧氣，本機它係強上強肉。還是冷凍。哦，係啦技術冷凍嘅下工較好啊，佢講你上嘅下工會把運輸嘅過程當中，你唔知講幾多大係。見過嘛？嘅，它通常是傳動，而溜起來嘅時間，沙落去冷凍起來。好咧，藍水要選哪個咧？冷水，客家老姑娘二號，小達人能厲害。客家人二講三下腳頭兩半吊，係講做事情用扮人呢 ？A 係敷衍了事，清清彩彩。B 係講懂乾淨利落，好數腳案的哈。C 係衝動行事，做事情按樣乜嘅都會曬。冇想啊吼。應該是三 B 啦，腳頭兩半吊。應該是那個乾都是淨利落嘛。很乾淨利落，乾淨利落是不是？好聽哦。確定。蘆筍都會痛嘅時節，做啲家人乜嘅保持健康強勢。養係冇？哎，你在問我嗎？他從小我看他到大，沒有，是物理性的那種從小到大。不是。好，非常歡喜我哋公布一下，恭喜正確嘅答案就係乾淨利落。呢度完全唔是上哦，就係兩種會按照三下腳頭兩半條。對，三下腳頭兩半魚啊。嘿，因為吼你鏟土的時節咯，你鏟3下，你撒2下是讓你土全部溜起來咧，代表你做事情動乾淨、動利落樣嘢。好，恭喜，首得1分。馮翠要選哪題咧？蘆筍的名人堂，好，那就係名言嘛，哈。
来，芦笋都会通的时间做的感应嘛，该保持其他强色，比较鲜绿啦吼。A 黑糖，B 黑盐，C 黑片的粉。挺简单嘞。杀芦笋的时间，简单。不用嘛该。盐係嘛？哎，你在问我吗？黑毛。鹽。盐 B 係冇？係。攞看看正確嘅答案係。恭喜就係 B， 見到見到寫錯咧。其實倆對動都係客家媽媽來講哦，挺簡單的，就是滷筍的，就是殺滷筍的時節哦，差唔多為鹽哦。除了做啲補劑嘅斜嗆哦，韓國哦，它可以去除一種香味，所以對食滷筍的時節會較好食咯。恭喜！恭喜恭喜！來，男主要先來題咧。很像呢。先參與兩題，哇，聽咩嘅也係好啉水嘅。好啉水有啊。好來，姑姑愛啉水。感應大概做的加速早會香菇泡發的時間 ，A 係糖 ，B 係鹽 ，C 係橙汁。哎呦！你煎嘅香菇家下，我感應大概比較夾通落啦。他又在問誰？啊？黑毛。早會香菇啊，我煎嘛，一般嚟講，你係咪煎米酒？冇米酒會顯紅啊。蜂蜜酒，隨便選哦。隨便選一個啦哈。我覺得你今天看起來好甜哦，姐姐。那就糖啊。糖啊。那已經那麼大了，暗示了你。那個跟我說蒜子，我就。所以佢要正確嘅答案係就係湯。為什麼？係啦，啲應該未做功課嘅時間長好多吼，因為泡發香菇嘅時間用溫水炒會下夾，我假設หั่下夾嘅時間用湯，就得讓它有一種逆滲透，讓水可以快速吸到香菇底部度，หั่到湯菇水咩會流起來，未變到就得增加湯水嘅甜度哦。哦，再上一個好，我們今天又聊又再上一題的哈。恭喜哦，恭喜！好，最尾一題咯。好，香味嘅技巧。來看啊，一個頭幾數，哪一種講法係正確嘅 ？A 夏季米一個香味會較濃 ，B 係講人聞人蟲會變酸 ，C 係台灣最大嘅山區都屏東，乜嘅係正確嘅？正確係正確嘅哦。A 嘛。夏季會較濃，冬季會較濃嘛。較強。你們會挑百香果嗎？會，我先看一下目前的戰況是。缺一題啊？缺一題嗎？啊？我今天唯一知道答案，給我們一點提示啊。好，熱天的時節咯，會寒流嗎？嘅香氣。寒流。會寒流嗎？唔係。唔係啊。好，我幫你刪掉一個來 ，B 跟 C 請選一個。 B， 因為最大山金額都難挑吧？沒，你也在問我嗎？對呀，手機數最大山金有冇都屏東？南條，布里啊，南條啊，布里嘛，估數應該係 B 吧 B， 確定哦。製作單位會不會這麼簡單呢？所以看下正確嘅答案係就係 B。係啦，我家下要講到熱天嘅時節咯，其實咯咩係最好食嘅頭開數嘅時節咯。入秋之後，該香氣會寒流下香。啊，家下要講到冷藏起來，為什麼會緊到緊酸呢？因為該會變質，它會有一種進入休眠模式，才會越冰越酸。所以放在室溫裡面，慢慢的自然熟成，它就會變得更加香甜。啊，家下民眾咪講到芒草、南條、埔里啊，還有民間香啊，都會最大嘅產氣哦。來，給我們1分，恭喜！來，紅區啦、藍區都各個得到2分。哇，我們剛剛有努力幫忙加菜了哈。有。那師傅，這可以送給你，雖然你剛才沒給我分數。四項啊，因為先頭咧係米酒，還有豆腐。那個是什麼拌菜？豆腐，味噌湯嘛。太簡單了吧？最壞的打算。加個蝦貢吧。個咖喱係啦，蝦貢啊，一定愛啦。要肉啊。好。講完啦。炒要蝦貢，海陸嘛。四項咧。海陸海菜。好，接下來呢就來看一下師傅用了邊法咯。師傅上菜了。好，今日師傅呢有選到4項食材，菜名係乜嘅呢？客家麵醬燒豆腐。
然后手安用品，下饭哦。哎，豆腐，哎，师傅很懂又加了哦，这个是冻豆腐呀，还是板豆腐？板豆腐，板豆腐。哎呦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哇，好厉害不然哦！好加面梅。哦，你都烧干的时间，凉面大吗？有面出来。煎的时间烧的时间，跟梅头好加会落去。同时，我们雪玲姐也把这个配菜的部分，准备了这位。切好嘞。没错，现在花不到15秒，你们其实可以参与刚才手做那一关。我刚刚是在那个赛事播报，对不对？哎，豆腐用它一煎哈。哦。你睇下，你切菱格纹水，把个毛细孔好给它打开来。哦。有点化妆水也可以打开来吗？嘿嘿，没错。好，培养囡仔，来点加一点点橄榄油。橄榄油。先不用落去酱落去加油。其实斌哥真的很认真，他从小我看他到大。没有，是物理性的那种从小到大。不是。好痛。好，煎豆腐、炒肉啊，吼，无一定全会烧。哦，水太浮。嘿，水太浮。因为豆腐唔敢豆腐烂嘛。唔惊。然后葱拍，哦，高油海炒。无一定会烧，吼，也梅头向梅淡会出来。啊，是讲啊，你的今日肉啊，因为好炒，所以会用啲油。冇系油配的，直接是唔是用？哦，你唔是先落去入果？唔是入果。啊，你等下烧会用米酱来烧。米酱，胡椒粉啊，你爱吃，你也袂掉胡椒粉。哦，一片炒就一片姜母。哎，这个是花式哇！我们新竹最帅的就在这里。对。哦，直接落去哦。哎，你是先叫水。不是。咱们要花生酱。你要种下拍色嘅系下炭掉嘅。哎，好炭的。可是米酱落去炒高油，是不是很在意？我讲怕共同要出口来。嘿，所以讲你等下会用一点点，该调油是不用水嘞。哦，不用加米酒吗？米酒，嘿，做得。米酱做得。可以带为味淋冻喉咸诶。好，米酒。哎，水啊，加啲水帮你烧一下。哦。哎，师傅，如果讲北雄低度必备的酱料，你会觉得有哪些啊？豆腐衣、油葱啊，我是系介嘅酱瓜啊、酱瓜啊、酱啊，那都有穿爱。酱瓜系吗？哎，酱瓜啊，那都有。其实它刚刚的变相是冻豆的酱啊。就是我想说，一般你黑狗要去采买的，你必买放在家里的酱料什么，就让你可以百种变化。对，对。他跟妈妈的酱哦，用到变相都不用超过10年以上。你不摸吧？还要找得到哦。找不到。那我妈妈哈，北雄低度不用东西，它每一个都有写日期，还有一些拿出来的，哎，都有超过10年以上。它这个肯定结婚的世界上总不腻我真的觉得说用心良苦。对。我妈妈是那种还没有到集齐，她是不吃的。哦。因为你踢新鲜的，她绝对要先放起来。这是一种客家什么？先吃旧酿制的概念。好。好，现在像香梅的粉炒成煎好嘞。嗰度酱料滚嘞哈，用不到5分鐘哎。醬料用下嚟，燒一下哈。煮到半斤料嗎？做得最好是嚟煮半斤料樣嘢，豆腐全部轉到嗰個醬料。哦，所以你下面係太火。係，將緊太火熟咧。所以講一條要切咧菱格紋凍住了，煎的時間其實會半斤毛是用打開來，燒的時間是好加鹽味。哦，咁但係味道好寬甜甜。嘿，一啲湯啊，湯咪本機好加會要扭扭樣嘢，比較容易收汁。哦，好，對，係咯。像這種料理哈，那個 Andy100那部卡生的鍋子沒有辦法煮哎，因為冇香。嘿，冇香啦。我的豆腐直接掉的。哦。那你可能要參與一家自助餐會鬆動好嘅無好哦。可是你做頭就讓用的層層的啊，雪玲姐用解釋。它受熱不均勻。層層的用解釋，豆腐一煎豆腐，你買一點點麵粉。先狗粉。豆腐，先粉燥粉。粉燥粉，麵粉燥粉，叫做乜嘢落底？
那煎个鸡卵豆腐咩呢？系冇？鸡卵豆腐没空呀，鸡卵豆腐较会烂呐。嘿，看过来。煮出来就直接变豆腐堡了。哦，明明啊，你的料下去。哎，这就懂雪玲姐了。好。阿炳哥，嘿你就看黑白大厨冇看过嘅。有啊有啊。你看记得到最后一关的时候，所有的最强的师傅都会用板豆腐来编法，但我觉得他们都不比你的强。尽力啊哈。他们应该学你。好，我全家自主啊。林颂仪，哇，冻酱要哦。紧看，什么色香味算有了哦。好，来你的客家米酱烧豆腐。按钮就好食咯。温体猪，温体不是牛肉吗？牛吗？还在紧张。等一下，好奇了哟，刚刚牛了哦。丽燕姐，你那种煮饭的资历有几多年？我都在是攀族了哈。头摆做攀族的哦。哇，台式府哦。摸。先问师傅一个重赏好哇。冻强哦。你要出色的包的哦。好真的哦。睇起来叫他来吃这个呢。好，记得时差冻酒啊，应该唔是好食啦哈。甜甜的血，甜甜的血。好香哦。哦，好，你下锅很 Q 哦，好好吃。好棒，很脆，豆腐哦，非常入味，豆腐咩當好食，真甜啊！味道唔會過鹹。當然冇用。好好吃哦。下公下那切主持的师傅很棒。師傅都厲害哦，就差一點啦，差冇盤。那搅拌是吧，总咱们的。仲好食咧，呢一個飯飯哦，凍茶飯。哎，台宁这次都做的是。哎，這個它凍炸，它夠美凍新鮮，好好吃哦。凍 Q，好吃好吃，很脆啊。哎，很棒很棒。好食到呢種嘛，介冇？你長都差點衝進來了。你仲講緊我咪冇呢？好食哦，好吃。你都先慢慢食，慢慢來品嘗一下。提出生，因为严重的事情。嘿，因為等下口內會吞落去咧。等下整個扁起來。不过其实说真的，因为他条件算是平手，錯。这个呢扁的话呢，黑都最不米馆呢。故说呢，姐姐呀，技术生吃饱了有体力。那你知唔知道最後做的冇食的？茂生，進嚟食。走的。好认真。马上来金行最不米馆嘅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请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卤菜。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呢。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最不米馆，而且呢条件又系平分。嘿，故说今日系龙潭西亚之夜嘅大车皮。哎呦，兩潭一家人啊！哎呀，很有格色咧，請問問看啊，馮翠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叫菜炒鴨腸。哇，他家人最好食。哎，對，這個叫菜自家種誒，自家種咧養一班咧，阿媽咪自家吃嘅。自家種。真嘅哦，阿伯係自功家種。效啦。最出品好咧嗬。最關米館哦，老太家講一下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咱係迫不及待想讓大家分享，今日最美帶來嘅全面按度。三色椒炒牛肉，哇，牛肉係過節嘅常見哦，而且是三色椒，這個法拉必爆，對不對？最美是塗材料，變起來哦，唔好講記到係兩潭面啊，強加力人面哦，唔好用嘢哦，變起來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從呢開始做了哦。
来看呐。对对对，手抓边。我刚才就一直在说，立秋菊姐长得很像张清芳大姐，清芳姐，很像。谢谢。你有跟公公吗？有，很多人讲过，嘿你现在就是龙潭张清芳了。会唱歌过吗？不会唱歌，唔會唱歌嘅。好，我们先聊料理。对，阿聪啊，你要出料理是曼妮拿手的呀，曼妮懂不做的？李燕，丽燕姐，你那种煮饭的资历有几多年？资历啊，嗯，资历迄个我落在是潘族啦吼，头摆做潘总的哦。哇，台式府哦，摸，而且还是要那个。还是要收钱啊哈。潘总师傅真经系好手脚，好手艺啊呢。你看10個一下就好啊哈。一下做，嘿。哎呀，前置作业要用来做咧。你看過嗎？驗鹽我有，所以大部分人驗鹽。粗鹽嗎？沒有誒，煮不卡式的要鹽，一般的鹽嘛。去做對嘞。借这个机会，老太太跟我一下哦。现在啊，有一条太太要去提倡，不要再支持那个猪只的活体买卖啊。因为啊，其他会嘎杜蛮永周围哦。我们现在的猪宝宝啊，活体买卖，它那过程当中很可怜，都会被踢打，然后很不人道。他现在做的 Q 阿一直次，可以上网连署。我弟底下就叫快乐猪，动快乐。真的，大家一定很难想象那猪宝宝在买卖过程当中超可怜。哎呦，真的不要这样。哦，这个松板肉好吃呢。巨吃。好，来，我先比了一下哈。佢扭扭嘅啊，不要讲猪。快乐跟扭扭，快乐跟扭扭，你看个 sexuality 的。这个是对冲气也长过，又叫风扇。温体猪，温体是牛肉吗？牛吗？还在紧张。等一下，好奇了哟，刚刚扭了哦。温体牛啦，很係健壯啦，喺度沒有冇做過，很係健壯啊。今日曼尼兔你的來報名的呀？呢種啊，李總，結果呢種半年冇送來。李總有啦，開車應該冇送來送節目㗎。啊，冇，給他喊話一下。里長很有心呐，跟里長伯一起來加油這樣。對，他載我們來。該呀嘛該。你係沙茶，沙茶醬哦，沙茶醬。沙茶撈妞妞係好朋友，但是可以其實撈佢錄落去哦。我不太懂。你又在問誰？呀嘛該。我問佢，你係嘛嘅？雞腰啊？你唔係亂拍，亂拍，咕溜咕溜啦。應該係飯亂。咕溜啦。你係嘛嘅款？你係睇拍款。哦，你款抓煙啊？先不給入口啊，好嫩啊。所以你都有喊探住嘅沙茶甜甜嗎？唔係，我會標啲咧，還是會標啲譬如頭腰愛嗎？可以啲咧。好，為你客製化。倒下去之後咧，倒下去。倒，係多出嚟嚇。倒出嚟之後。誒，我多上頭腰。頭腰我哋啊。愛嗎？頭腰唔是話定下炒。定下漲炒。先燒咗咧，哦，客製化。下漲。但是我標啲咧啲啊。腰啦。啲咧。他會腰哦，沙茶咩動腰咧？唔過唔啦。啊，因為他們先誒妞妞係下瘦，對，這算瘦肉。買個里脊肉啊，對吧？哦，用麻辣的哈，這個蠻多。叫媽底下做嘛嘅，咩就蒜頭咧？咪嗌我成落鑊嘅時候標啲咧，標啊！比刺身嘅鮮味讓我照睇啦。那先讓開火做得嗎？做得。秀英姐，你看沒喺做潘總嘅呀？係啊。哦，冇錯啦。係沒有，係係家庭主婦哦。你要家庭日83年啊，從杭州強咗。做幾多面阿婆誒？阿太。阿太咧。三面阿太咧。看唔出來啊，有阿太。多歲了啊？我32年次誒。保養都懂好。沒有，還沒做阿太。你沒做阿太？哇！你做阿太？做幾多年咧？雙鳳姐，你們家誰偷跑？阿妹嘅啦，沒錢的啦。是這個的嗎？這個娘妹嗎？對，那孫女，就他生的。所以這個是娘孫。孫女。哇，人生勝利組。你們家很多張嘴巴，過年的時候。龍潭好地方。我都很多人。過年動腦年哈。動腦年，母親節有2、3種做。錯不應該用過。禮拜6 2種做。16餐。有福氣。我不靠母親節有4種做。哇！表演了。不服輸呢哈。表演。他做自家煮啊。
我们要过去喽，行開嘛？因為幾搭有可能唔種做，迄個可能變去了，變去了。嚟優先讓伊稍等哦，你等下長得快抬頭。好，其他用做應該有一些目的。冇啦，你看到阿廖上阿泰，人家就係有孫忙結婚咧，又單身咧，千萬唔會少結婚嘅。來動右前走對嗎？動眼，動眼唔怕，但動右前。動眼，有錢買有，冇買用啊。動右前，啱的拿出來用啊。溝通失敗。其實不可能右邊走阿泰吧？要不要做阿泰啊？做阿婆，做阿婆哎，做阿婆，8個孫子。哇，動右福氣。很好哦。啊，對面哦，嘅母親節嘅時節加起來總共判7種咗。又呀3加4啊。4種2種。4加2啦。哦，4加2。6種。我迄過年哈就愛4種做啦。哇。姑姑你就哈，阿叔你就阿伯你就全部過來就愛4種做。麗燕姐不能輸，不能輸，幾多種？不係啊，3種。你專門判做嘅啊？好啦，啲盤本大家寫嘅。你都差唔多會做好了。差不多咯。快脆蝦意思好咧啊！嘿，對對對，這道料理。吃鹹湯嗎？吃鹹湯嗎？吃鹹蛋啊！嘿，吃下鹹湯。你都有挑梅係挑嘛嘅？先拿回來。就那個鹽巴。哦。啊，唔過啲嘢子做嘛，基本上嘅哪樣出料理來變咯？還有幾個封片呐。較夾係冇。它有幾個種的啦，有機就是想說這樣，簡單亮亮明了，哎，方便。因為講叫出係自家種啊。係，你啊叫出來凍多，啊都是有機的，凍出嚟啦，厲害。凍出，你啊是叫出來先。它的時節到了。哦，時節到了。爸爸咪有自家種韭菜。哦，阿娘快啲咧。料起來啊！料起來哈。料起來。炒好就叫落去。炒好就叫落去。哦。好，那麗燕姐，你呢個韭菜除了做啲炒鴨葱啊，還做啲做乜嘅？哦，這個包水餃啊。哦。好，韓國用嘅韭菜盒啊，全部都做嘅。快菜要加當營養哦。係哦，好了，你果粒，你差唔多了，果粒該變。等下我叫強下啦，哈。對對對，沒有熟不好吃啊，沒有熟就私底下加個賴哈，對，這樣就會熟。啊，炒出嚟要12種，我覺得太好吃了吧。人家誰夢見凍醬炒這個？有醬哦。因為係問題嘅牛肉哦，所以唔是都全熟啦，係啊。炒起來嘿。這個也是很下飯啊。這個哦。人家算係馬莎嘅納許嘅料理啊。啊，都可以全做得啦。跟客家人好就煮完人啊。你客家人開始有煮完用嘅有，我們用湯是好啊。我家台子人啲啊，還是大部分又賣得炒啦。你下次佢啊，不像以前跳白啦，跳白醬也有上架啦。現在也是好，真的好豐富。係啦。魚鬆的。佢炒飯個要燒嗎？係要燒住。彩椒也在那炒。我給你大火嗎？你要大火小？彩椒糊落去。彩椒喺度嗰片啊，係啊。一下高一下就好咧。越補啊唔慢啊。所以快水台啊，快水台。鹽巴。該片又鹹呢。這個要有點鹹的。挑一下梅，剔一下點梅。你不可能到現在還是緊張吧？不會啦，不太怎麼樣啦。可以學習踢起的手做題，下手踢嘞。不然我可以包很快。想說今天上節目要顧點形象，對不對？沒有。那個我在家常包哎。所以都是家自主讓你立雄動作就強人嗎？你們有先幻想一下嗎？有熊貓啊，有熊貓。該不會是剛才被里長通知來的吧？徵召來的，送大黨幣啊！徵召來的。突然上車子想說來台北玩。沒有。喺呢種情況。沒有。徵召來的。可能長度嘞，因為頭也嗆嗆哎。謝謝。我比頭又越熟好吃。好，看掄吶。哎，沒有熟不好吃啊。沒有熟就私底下加個賴哈，這樣就會熟。咩啊？盡量啦，
啊，这个肉太我是强瘦吧，唔会强到嘟嘟好。好，我们先去倒数了哈。好，下面差不多了哦，很多了哦。让快太多嘞。现场马上来倒三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看下最杯米罐，乃木卡米西卡站到喽。哇，先本起开嘅中餐。动向哦。用水都挺厉害嘅，你有先去买这已经开始囤后来水。系啊。先来吃看下福气，好不好？炒鸭葱哦，韭菜炒鸭葱。白菜炒鸭葱，厉害。哦。鸭葱就是都安用腌，贵葱诶，清清甜甜的，脆口。那鸭葱处理到12分后，这太好吃了吧？它有韭菜，冻甜诶，冬天哦，它有台下土摸按넣到，那豆腐干就可以盖下切盖，是吗？嘿，就是我们刚刚对实做题切的，完全没有摸打松，它刚念进去，而且很搭。用 VR 这取豆喏，真好吃，好吃哦，真香。韭菜冻对丝啦。哎呀，它刚腌哦，那一种腌好是韭菜喏，葱葱球啊。有满意吗？满意，有，很满意，很好吃。好。可以续盘吗？续盘等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我一些蓝水干，这个三色椒炒牛肉。哦。嫩到啱啲用乜嘢形容咧？因為我提起白雪溫體牛喺度台南，是到溫體牛緊緊東南，啲漢肉到沙茶強下，它調味調得懂好，嘟好，凍嫩，又看嫩又看有一些，因為我們講平淡，然後有一些辣椒味都會炒，好，它这道料理最厉害在事前那个抓腌的味道，对，很棒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的。还有牛改三哦，你们都互相夸对方好吃哎，因为还又会评分啊。什么？哎呀，哎，你凉茶让自家讲一下，不错，真好，好多种呢哈。牛肉切到薄片嘟好。而且它看是用滑刀出去的，因为记得用係里脊肉哦，我講你完全食唔出來嗰個硬嘅感覺，胃腸係嫩。用里脊肉人做的。你看模式就按大送，对，我声音我跟你讲，模式牛肉没吃，帮你吃。我没有动，我没有动。你还看到面出来用面哦，这是最大的按哦。哎妹，客家人的哈，唔会打松啊。偏强，嘿，对。吃完。而且客家人有蛋美动态，因为等一下就馬上來接住一下水妹嘅結果咧。真認認真誒，因為頭前呢係2-2平分哦。要最半米館利用出料理有個暗好食，都在師傅有松肉筋。最好的方式就是有素有養啦，那全部大獎，全部帶回去桃園龍潭里長那邊。後來師傅風吹搶本書4分加上2分，6大順，謝謝。撒下來看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5分加上2分，總冠軍提名獎，獎你。我放幾袋哦。謝謝，最夢。剩1分，阿斌哥。兩片因村係村即係長輩級嘅咧做咧料理啊，迄村用咧水火嘅方式去做出木下嘅咧梅頭，因為當兩件炒嘅水用咧去添梅，應該你開炒嘅時可能會用當到香料啊梅頭，有香梅啊，來到佢咧當筍嘅梅頭。一邊你主要係處理咗牛肉嘅部分，處理咗凍好，先是來凍白料凍好食。什麼？翻看一下謝玲阿姐嘅成分。今日涼水煮來煮到好食，我做乜話分滿多份，因為呀，佢快脆炒家下高生咧吃到要香蝦米絲絲咧，香蝦米絲絲呀鴨葱有冇同日同香椒嘅，同香椒嘅，所以講咧冇分按高分，呀個牛肉炒咧整件當酒豉啊。當酒豉，當酒豉，當米是當肚河啦，謝謝。米是當肚河，所以我分下高一些些嘅分數。謝謝。兩點鐘吧。好了，
一下总成绩已經出來嘅一個桃園龍潭嘅獎細妹嘅料理台車品哦，馬上來頒獎咧，送上鼓勵，恭喜恭喜，有歡喜咧！經過嘅一個太平調過後呢，嗬，呀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風吹得到6分，南吹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南吹。好，南吹得到係禮拜嘅總冠軍第一名哦，3000票加水。風吹呢，你聽2秒，獎品沒當好哦，這個黑人都玫瑰金珍藏版。垂紋不粘鍋具組，有甜點呢，厲害，還有個龜哦，再團一組哦，謝謝，哦，好好，連我都想報名了。今天哦，繞場到2位阿姐了喲，今天搶4副講誒，2位都是大前輩，今天來就買感想咯。真歡喜啊，有啲機會好來了，電視台，天擺來哦。所以我要當緊張。其實對宋鳳阿姐來講哦，來到自家自主咪係隻慶祝嘅奉獻，最緊要隻好小心，好嗎？係嗎？係。得到嘛嘅？自家講吧。模範母親。突然是個模範母親哦。而且我跟你們說，現場呢每一位是不是都得過模範母親？哇！有3位都得過哎，啊，明年就下一位。每一位都有，每一位都係模範母親。而家自主動中行做啲繞場度，突然是最好、最厲害、最客家媽媽嘅代表。謝夢。首先阿姐要買感想咯。哦，非常愛感想，而且人做喺度咧電視台，非常愛感恩台一個暗上下。係哦。你禮拜來哦，是就帶來剃頭湯啊，還有解下嘅出菜。嗰啲大家試看，客家人嘅菜路讓別人試，欣賞一下。頭湯是做單位講吼，雪唔辣，你兩隻肯來多來。頭係嘛？係咪要幾邊來？哦喲，老李長講，你天來報名。我李長以外，我李長千10萬人字啊，千億是咩李長？我個雲南得咗安尼李長，32寸哦，仲係個叫李長最大。李長安是誰？李長，棒，一級棒哎哈。好，那我們上下來談一下，秋菊姐要不要參加心得老太家講一下？我也是要感恩那個里長跟里長公給我安排這個機會，給我來上這個電台。好教冇呢？真好教。喊你拜過來了啊？好啊，愛呀，愛，真歡喜又真愛來喲。好啊，哎呦，秋菊姐呢係最好嘅客家新婦哦。係啊，今年愛好多年，加份客家人，客家人嘅新橋。安子生喊你拜過來了。李燕姐妹老太家分享一下參加心得。我講嘅都必講出嚟啊！複製貼上啊！今日雖然講挺歡喜的都了啦，哦，雖然講你還聽一半，但是還是會緊張。緊張係強啊！哦，歡喜啦。因為記得我上擺攞嘅師姐係到外見。係啦，跟住還都沒有場面嘅。對。啱過來天視台要冇叫人嘅天呀。對。啊，係咪來第3拜吧？哇，過來。係啊，過來了啊！哎，安排這個2天1夜遊啊。好啊，做對啦。可以。好啊，喊你拜過來。什麼意思？好，今日呢真係當感謝你來自桃園龍潭安站隊嘅隊員，要特別感謝李總和個李總工哦，龍山呢土地也就安江嘅姐姐哦，叫下來到人哋天視台，然後替拜上天視哦，就會來到人哋一家之主。係啊，咪到你一下嘅機會吼，喊話一下李總啊、李總工啊、梁生英哦。行擺橫呢條來了。係啊，第3期嘅也就4攤人咧出來行啊，係講安樣一來接觸也就冇幾好嘅事情啊，嗬，安樣真看唔開路安腳哦。好，等等叫下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最好嘅呢條係送花